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璇。然后我曾经打过国中、高中、大学的甲 A 级比赛，从小到大都是女篮球员。打篮球的女生难免有时候训练的状况下，可能人会变比较粗壮，要压重量啊等等。那有时候男生就会说：“哎呦，你怎么跟男生一样？你怎么壮的跟男生一样？你是男生哦，抬便当你去啦！”就是会发生这种状况。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，就是你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。我觉得都可以克服的。人生是真的蛮不同的，因为像我自己以前还没有接触篮球的时候，我是每天就是回家补习读书。那打篮球就不一样，你每一个阶段你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，你希望你自己的训练状态到哪里，你希望你可以跟队友的成绩拿到什么。我觉得人生多了很多种那个小阶段性的目标。就是你每天的生活会变得比较有动力。你那个练篮球的这么高壮，以后嫁得掉吗？就最常就讨厌这个问题，每次人家都问我这个问题。真的要加油，因为女生当运动员真的很不容易，还可以在场上奔跑，还可以在努力的状况下，我觉得你就是把握当下做现在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会运动的女生，然后还有愿意努力的女生，都是最漂亮的。女孩上场2，加油加油！